男。拇指伸直在身前左右摇动。手语笔法：那，男，高。中文意思：那个男生很高。手语笔法：张，男，手语，烂。中文意思：张先生手语很差。女，小指伸直在身前左右摇动。手语笔法：那，女，漂亮。中文意思：那个女生很漂亮。手语笔法：王，女，手语，棒。中文意思：王小姐手语很棒。你俩，食中指伸直指向描述对象左右摇动。手语笔法：你俩，现在，吃饭，可以。中文意思：你们两个现在可以吃饭。手语笔法：你俩，手语，不错。中文意思：你们两个手语不错。我俩，食中指伸直在胸口与描述对象间来回摇动。手语笔法：我俩，开车，不会。中文意思：我们两个不会开车。手语笔法：我俩，去年，结婚，完成。中文意思：我们两个去年结婚了。你们，食指伸直将描述对象画圈圈起。手语笔法：你们好。中文意思：大家好。手语笔法：你们早上安。中文意思：大家早安。